國際實用射擊3級國際賽一連2日喺路環靶場舉行，吸引過百人參賽。國際實用射擊國際賽係澳門槍壇年度最大型嘅盛事。呢項國際賽一共分為5個級別，最高係5級，而級別嘅分類係根據參賽人數而定。參加者超過100人就可以稱為3級。今次賽事共設有12個賽段，每段都有唔同嘅場景佈置，有啲係似房間，有啲就似走廊。其中一個賽段更係設計成好似企喺船上面，令槍手有搖晃嘅感覺，大大增加咗比賽嘅難度同新鮮感。參賽者依照槍嘅類型分成公開、標準、原廠同左輪槍4個組別進行角逐。歐文槍係最高級別嘅，佢可以任意改裝，同埋可以裝個瞄準鏡，我哋又叫紅點鏡啦。咁標準槍咧就係都有適當嘅改裝，但係都有個規格。咁原廠槍咧就係完全唔准改嘅。咁左輪槍就話明左輪槍就係6粒子彈，左輪槍。今次賽事吸引咗嚟自內地、中華台北、新加坡等5個國家及地區嘅運動員參與，而澳門嘅梁許和就喺比賽期間同大家分享咗參賽經驗。個難度就係主要你睇下點樣係好短時間喺每一個 stage 嗰度你要拆解佢啦，用最短嘅時間完成佢，係啦，呢個我諗係最難嘅。一連2日嘅國際賽喺路環靶場進行，星期日決出4個組別嘅頭3名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黃松森報道。